吃饭，吃饭。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？今天你想吃饭还是吃面？出，星期天要不要出去玩？穿，今天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来上课。床，他在床上睡觉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在下雨，请你从右边的门出去。错，这个字你写错了。